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明亮，尊先啊！哎呦，恁两个是咧创啥啦？咱拢无人要讲话啦。尊生，我唔准你讲我阿爸。你到底是咧气啥？我只不过是甲我看到，甲我的感觉讲出来尔。无猜你是读法律的，什么代志拢爱有证据才会讲呢？你无证无据，阁无了解阮阿爸，你凭什么讲阮阿爸甲迄即嘛有关系？我无了解，敢讲你就了解啊？我当然嘛了解，我自出世甲国校毕业，拢甲阮阿爸带做伙呢。我上了解伊啦。阮阿爸虽然无读册，不过伊对人好，并毋是讲要得到什么回报。伊对迄即嘛好，迄即嘛对伊好，这是一种趣味头尾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的关系，毋是像你想的迄种的啦。迄是以前，啊，即摆咧，你无伫阿寮这几年咧，你毋通袂记。这个世界吼，啥物都会变，人的心嘛是会变啦。你敢肯定你细汉的印象永远都袂变？你，哎呦，好啊啦，莫阁变啊啦！这毋是法庭，我嘛毋是法官，你咧变来变去，我嘛无法度宣判。好啦，咱甲我退庭啦。尊先啊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咱袂讲啦，我会对恁来这庄头所在吼，毋是要变一款无营养的代志。我只是希望讲咱加淡薄仔时间陪庆兰。既然这个所在气氛遮尔歹，我不如来找庆兰转来。你若要走，就互你走嘛。你伫遮吼，我搁嫌等咧。明良，哎呦，莫生气啦。啉茶，体会吼，莫生气，来。明英啊，你看准先啊，人甲人敢有遮复杂？迄单纯的代志，互伊讲甲安尼。你莫插味啦，我感觉吼你讲得真对哦。人甲人本来就袂复杂啊，亲像你甲我就足单纯的啊。等下，你是啥物人？你毋捌我，这也无怪啦，袂要紧，我有要甲你讲。你要甲我讲啥？等等，你是要去倒位你放手啦！我有要甲你讲呢。你莫放手，我要看。你要发生，你听我讲，你就了解啦。放手啦，叫人啊！不要放开！出声！你安怎？我安怎？你真好打呢，转头变成当咱欺负良家妇女哦。我欺负你，你嘛拜托咧。你敢知我是伊啥物人？你敢卖？我甲你讲哦，你紧甲我走啦！庆兰根本就唔捌你。伊当然嘛毋捌我。我离开这个所在时阵哦，伊还未出世啦。我就是因老爸啦。你是？我叫做廖喜啊，真真正正是恁老爸啊。啊，你是安怎到即摆才转来？我这20多年来，咧外口伫咧溜，咧外口伫咧拍，所拼的目的咧，嘛是以后咱这个家庭看会当较幸福、较美满、较快乐。既然你真是想阮阿爸，是安怎遮尔久，你一直拢无爱转来？我毋是无爱转来，你外口事业做得太大了，一时无闲嘛，啊，你耽误，到今仔日毋才转来。你可能唔知影，什么是家庭的幸福？绝对唔是你所讲的爱趁偌济钱转来。家庭的幸福是爱翁仔某的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，还佫有爸仔囝的温情对待。一个家庭若是无这种温情，就算讲你趁介济，又佫有啥物意义呢？我知影啦，这拢过去的代志啊，往事吼就莫提起啊，吼。那呢？你是安怎无爱直接转去？要踮遮甲我吵？我会踮遮甲你吵，我有原因伫咧啦，因为我转来了后，发现一件代志哦，我真袂爽啦，就是恁老母甲添教的代志啦。你讲啥物？你做查某囝，你敢无注意到，恁老母甲添教有暧昧的关系？你和爸讲，听到爸啊，有时阵会来照顾阮，我嘛会去照顾伊啊。这敢若是一种出边的关系，哪有啥物暧昧的代志咧？我若是无用唔对，你一定甲听到爸啊有啥物误会，所以你才会讲伊的歹话。你若要安尼想哦，我嘛无法度啦。我希望你转去了后，稍微注意恁老母的行为。到时看我有黑白讲啊无白讲，你就知影。但是我千万甲你交代哦，我转来代志，
千万人去用知影哦，较袂去用迄个甜头吼，摕国金甲知唔知？歹势吼，阿伯，我本来是无应该插嘴啦，要毋过有一项代志我袂免撇啦。就算讲你证明这项代志是真实的，你是当得到啥的啦？所以我建议吼，你想是等于甲庆兰妈妈团圆啦，安尼毋是对大家拢好。啊你什么人你啊？我叫马俊生啦，是庆兰上介好的朋友。是庆兰的好朋友啊！阮大人的代志哦，你袂当了解。我甲迄甜头吼是足好的兄弟呢，别人会使对我无情哦，敢伊连去对我无义啦。要若安尼，你即马袂晓缀阮转去，代志安尼就拢清楚啊。我转去伊敢会生气是无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希望你好小啊，把注意一下对我唔对。那安尼，你住倒位？住咧主厝啊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再来我来找我。哎，伊敢若来款，千万唔通讲你拄到我，知唔知？哎，行路唔着较细致，还惊到要跋倒。哼！天兰啊，啊你搁在遮哦？啊你是冤家哦？面前啊歹看。对啦，啊拄则毋是有一个人甲你咧讲话，安尼能无看？无啦，敢若是一个过路人咧问路尔。天兰啊，庆兰，医师，哪会安尼啊？我拄啊敢有讲唔对话？无啊，你哪有讲唔对话？是讲奇怪呢。我拄啊看庆兰表情吼，怪怪，哪个发生什么代志哦？你即马摆落来啊？啊，敢若你两个倒来尔哦？明阳啊，啊庆兰甲俊生还袂倒来啊？无啊，按是去倒？哦，我知影，因两个吼一定是偷偷啊走去约会啊啦。恁拢唔知影讲吼，俊生对庆兰是偌安尼好咧呢。我阁有听俊生吼甲阮阿金讲哦，讲伊后摆娶某吼，特别娶菜像庆兰安尼的某。英英啊，你是食饱想用一支喙咧插插念，你若莫讲话哦，无人当作你是野狗啦。当我讲是真实的嘛。阿爸，即摆转来的目的是要找阮阿母，无你甲庆兰、甲俊生是去甲斗找啦。你放心啦，咱即个庄仔内遐尔细，小鸡仔若出面哦，伊要倒来咱庄仔内，绝对大家拢知影。明了，你免烦恼，母子情深，装作恁老母有甚物心内的苦衷，到时嘛是出来甲你相认啦，知无？我嘛希望会当安尼。我一直想哦，人讲母囝连心，是安那我甲阮阿母的情形，就敢若你米伤多咧。我若惊伊就对，我回头要找伊就走。真正像人讲的，我甲伊无缘。缘分是真歹讲，明了，莫想遐济。对啦对啦，啊既然若知影吼，咱就应该拜托庄仔内的人甲咱斗主意啊。哎，唔通想遐济啦。啊对啦，明了啊，啊拄啊庆兰啊吼，伫路咱个心情无啥好，啊你替我去甲找倒好无？好啦，我出来行行，先做找看卖。我嘛要去，我来啦。啊，你会感觉怪怪的吗？你讲遐囡仔了？虽然讲吼，咱拢唔捌你讲出嘴啦，啊，毋过我相信咱的想法拢同款的。这明良啊，甲庆兰吼，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的，啊，有啥物话就讲啥物个了。啊，自从这俊生出现了后吼，就规个拢无共款啦。讲有无共款？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以前来过遮遮尔济届吼，我从来都冇感觉这个所在遮尔水啦。你应该知我咧讲啥？迄当然是因为你遮会变啊遮尔水。简单，你用咧做代志，毋是拢有你家己的看法。谁那即届，或者咱毋知伊身份的人，安尼凊彩讲几句话，你的心情就变啊遮尔歹啦。莫受伊的影响。来啦，咱来讲咱毕业了后的计划。俊生，你看，迄个人敢会想啊吧？
我看伊讲话讲我这么肯定哦，我想应该是啦。照你看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？这真简单啊，咱从啥代志，甲你阿母讲，较免呢会引起其他事端啦。也无安尼啦，咱先来注意添到白啊。啊，若发现讲哦，伊真是有爱恁老母的意思，咱才好好顾劝，咱就无代志啊。你向拢真认真，甲真客观。你分析的代志，我嘛拢会当接受。我甘愿这代志毋是安尼，因为我根本就毋相信阮阿母甲天狗伯也有啥物暧昧。安尼上好啊！既然你敢毋相信啊，你是搁咧烦恼啥？告诉我，这是别人家的代志，我绝对会用相信我家己的判断。但毋过我即摆所面对的是我的长辈，我永远变甲无信心，开始怀疑家己的想法。对啦，我来去问恁。哎，小等，慢，我反对你去问明了。为什么袂使去问恁了？你敢袂记讲添口壁是闽良老爸？啊，闽良若知影讲廖喜要对因老爸，伊敢袂甲这件代志甲添口壁讲？也毋过，我自细汉有啥物代志拢甲闽良参详，我若毋相信伊，安尼佫有啥人会当相信？好啦，你若坚持要甲伊讲吼，我嘛无必要反对啦。也毋过你家己是爱考虑清楚哦。我错啊！安怎啦？我就甲闽良讲吼，你一定再来这约会，气我约甲准。哎，闽良咧，闽良。系啊，闽良一定会对咱有啥物误会。是要误会啥啦？啊，就算讲有误会嘛，无要紧啊。你是要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伊若误会，咱再解释就好啊嘛。对啦，等我转来。阿母，闽良伊无转来啊？明娘甲添到伯啊吼，先等下压了啦。庆兰啊，啊你今日是安怎啦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。庆兰，庆兰啊，俊生啊，庆兰哪有啥物代志毋敢甲我讲？啊你今日下面规工啊，你甲喜姊嘛讲好无？喜姊嘛，证明无啥的啦，可能吼是受到闽良找无老婆影响啦。我看不定明仔就好啊。明娘这个囡仔嘛足可怜的，找无老母讲找无啦，啊找着老母吼，就无要甲伊相认啦。唉，我嘛想拢无啊。对啦，俊生啊，啊你下暗吼，就去压了，去甲明娘啊困，啊这银杏啊吼，再转来甲庆兰啊困啦吼。啊你即马去叫银杏倒转来。好啦，无我即马来啦。明良啊，你哪拢唔讲话哈？哦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准先甲庆兰的代志，互你足生气的对无？其实真哪有啥物好生气的嘛？准先早就咧追求庆兰啊。这我知啦，但是庆兰捌甲我讲，伊根本就无爱俊生啊。也毋过，拄则迄款情形，感觉查囡仔心真正变甲紧实。迄无一定啊，亲像我若爱一个人吼，就永远拢袂变啦。明良啊，莫管伊两个代志啊啦，咱若等下台北吼，我请你来看电影啉咖啡，好无？好无啦？好啦，好啦。银杏啊，你较细腻的啦，你若看你出人哦，闽良会送你救破的啦。你甲阮管？你甲庆兰咱做伙吼，阮都无咧管你啊，你搁管阮遮来啊？我才无咧严讲插恁的代志咧，是啊，伊即嘛吼叫你下暗去因兜甲庆兰斗阵困啦。好啦好啦，明良，啊无我先来吼。俊生，我拄则看到，敢是真实？你又毋是对你真有自信，你应该爱相信你家己的目睭啊。其实吼，
我即阵仔甲庆兰的感情进展了真紧，若毋是为着你要找恁阿母的代志吼，我早就叫阮阿爸来甲喜姊嘛提亲啊。那呢，我毋得先爱甲你恭喜。我接受你的恭喜啦，是讲明亮啊，你也莫伤过伤心啦。无一定庆兰才甲你有下，我感觉金兄对你嘛袂歹啊，颠倒恁两个吼较适配呢。好啊啦，莫讲这个啦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偌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庆兰，啊你还袂要？含谁出去啊？啊，着个问，一定是甲俊生出去啊。爸啊，啉啦。哦，来啉。嗯。明亮啊，啊你平时毋是叫阿爸莫啉酒？阿爸，啊，你骗我！我当时骗你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问你讲你是哪要啉酒？嗯。你甲我讲五乐啊？其实哦，毋是安尼啦。明亮啊，你心情歹啦，来去困啦，去困啦。是啦，明亮啊，天我别讲了无毋对啦，我扶你入去房间休困啦。去困去困。我要啉酒，我就无爱去困。先来休困啦，行啦。哎呦，春生，我甲你讲，你后摆一定要好好对待庆兰哦。啊若无哦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哎，明亮明亮，你酒醉啊！行，入来困。哎，天我别啊，我甲你斗付啦。唔免啦，酒醉啊，歹势啦。来，入来。我甲你讲，你有听下无？春生。啊，有啦，入去困啦。哎，最先啊，咱在伫遮啦。喜姊嘛，我无伫遮，无应该伫倒啊。我听金兄讲，你含庆兰出去啊？啊，安尼我知啦，一定含冰娘出去哈。冰凉？哪有可能啦？冰凉已经酒醉啊，拄则添到壁才扶伊入去房间休困尔。哎呦，那我庆兰是含谁出去啦？哎，喜姊嘛，无我即摆出来找啦吼。哦。哎，医生啊，这话要创啥？哎呦，啊俊生啊！添到系啊啦，你3更半暝吼，庆兰毋知含谁出去啦？啊，俊生吼，即马走找伊啊啦。俊生去找伊，啊，这俊生装来也无识，要倒去去找，我来去找较定当啊。我等你来。来。冰凉酒醉。想不到，咱又搁伫咧车见面啊！其实，阿母伫咧病院的时阵，都已经恢复记忆啊。也毋过，我毋敢甲你相认，因为我知影。假使我若是搁留落来，
造成世明甲启东两个家庭的困扰。情